霧が出ているけど一本道だから迷わないと思嗯あ，りがとう。う。でも行かない方がいいかも。再来一个，好呢。啊，等等，这袂当着。啊，你若讲这个到底好无？我是感觉，袂歹，但是毋是我想要爱的 remake，毋是我想要爱的重制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因为我对每一代拢有一个定位啦，伊迄个定位你若为迄个定位去加啥物物件，或者是减啥物物件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哎呦，这毋是我期待的物件。但是毋是讲伊歹哦，就是伊做的物件，即个 remake 做伤济，互你感觉着，哎呦，你会当伫即个内底看到所有下列作品的影，你拢看到遐影，所以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哦，即个真正是一个标杆，就是一个中制的标杆。这我感觉这是好，这对大部分的玩家来讲是好，但对我因为我每一代拢有迄个拢有定位嘛，所以我会感觉伊超过伤济，伊就会超过伤济啊，所以我感觉无够好。嘛，你讲 remake 绝对是会当算的啊，因为Silent Hill拢10几档无新作品啊，当然会当算啊，对吧？这是一定的啦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因为Silent Hill收久无新作品，所以对玩家来讲其实无差，对，甚至我嘛会当推杀你迄个丹普林啊，丹普啊，你丹普嘛会当算啊，你看伊偌哪，对吧？你若对新手来讲一定是好的，当然是好的。完全无算过对。就安尼啦。誰か所以对我讲，いないのか。我即个看到足侪熟悉的物件，我是感觉足欢喜，但是这物件无应该是二代做，我会感觉是安尼。无需要加迄侪熟悉的物件，讲实在者，就是做好二代就好。我讲熟悉的影，就是譬如讲，我伫内底看到归乡 BOSS 的形，归乡 BOSS 的形嘛，迄种物件，或者是加强3代的主要敌人，就是曼达林，就是曼达林迄只怪物，曼达林。譬如讲即几点的，其实个咱讲足济啦，我先讲两句。也迄应该讲有可能中正即代就无啦，所以因就安尼做，这嘛是有可能。若是用安尼的想法是足好的，是好的。我想看卖哦，我记有2段，无到3段。应该2段，无我会记中正有4段呢。我会记有足侪桥段拢4段呢。啊，其实旧版上济3段就足济啊。迄种树村里面较济是风卡面，就是规乡内底有诶。二代嘛有一个桥段，嘛有去捡物件，但是迄个无算济。我毋知啊，我嘛毋知啊，嘿啊，我嘛毋知啊。迄个我是无意见啊，伊要做我都做，安尼。这个佫有无共的想法。三来剧情虽然普通，但是嘛袂歹。然后我实际大个缺点我拢看过啊，就是迄个啥物啊？过程就算长。
桂林西小巷啊，啊算长，但是拢是有意义的。